宣调，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。唱歌阿罗伊名的荣光，用阿罗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，着对上帝讲：你的所做遐通惊，因你的大权能，你的对敌要降服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吟诗阿罗，要吟诗阿罗你的名。现在，请咱闭慢好咱的心。咱要做伙三脚来祈祷。主的阿爸，爸上帝，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为阮拢是你所听的囝儿。阮要谦卑来到你的心宝座前，来感谢你，遐个无穷尽的慈爱，设计了你的独生囝，主耶稣基督来救赎阮。互我会通时常效用你的恩典，通互阮一生用着圣洁甲公义来侍奉你。今日阮搁一摆，组织了阮来进入到你的圣殿内面，恳求你互阮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阿罗你，互主你的名得到荣耀。今日是阮因着肺炎病毒，事隔1年5个多月，第一摆倒转来教会来做实体这个礼拜，所以兄弟姊妹大家拢非常的喜乐，感谢主阿罗主。肺炎病毒的疫情，伫北美、伫台湾以及世界各所在，拢是还无停止的。尤其是遐个新变种的病毒 Delta 真凶恶，所以有真侪场合，佫开始要求着爱戴这个喙安，大家还佫是需要保持着个人这个防疫的责任。阮大家虽讲已经拍了这个疫苗，总是阮还佫有被感染的可能性。所以，阮实在是需要上帝的
的人民，恳求主来继续保守着阮，互阮无受大意，来造就着这个新变种Delta的这个感染。最近世界各所在气候变化无常，无一个所在落着过量的雨水，所以造成了这个大水甲土石流。伫北加州的野火火烧山嘛还未拍完，恳求你的人民，也互人类着要珍惜大自然，保护着这个地球，唔通因为人类过度的开垦，大地所造成的这个破坏，来引起大地这个反扑，然后全人类通和谐来共同享受到大地这个资源。那今日我搁一摆来到主你的手部之前，不管是伫北美还是伫台湾，拢爱着谦卑来恭听你的话。我搁出来结成千禧萝卜的嘴，圣神也来教导阮的心思意念，互我会通得到福气，过一个蒙恩的一个主日。阮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上帝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2章19到22节。19节，所以恁外邦人无搁做外国人，毋是青分人，恁已经是上帝子民的同胞，是上帝厝内的人。恁甲犹太人同款，是起造伫世俗甲先知的地基顶面。基督耶稣家己嘛做厝角头上重要的基石，规个建筑物靠基督来结合，互相接连，渐渐扩展，才对圣殿来献互主。我靠圣神的帮助，你嘛做伙受启造，来成做上帝所住的所在。第二位圣经记载伫希伯来书第10章25节。毋通学一寡人停止聚会，着互相劝勉。既然已经知主世人的日特要到，搁较着安尼做，这是上帝话。既然有读甲听遐有言的，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啦。阿明。这条要来学咯，单单称上主尊名。主的圣尊名。
到主前，主的宝座前，我们来到主前，主的宝座前。亲像主的圣尊名，我们单单亲像主的圣尊名。到主前，主的宝座前，我们来到主前，主的宝座前。主
到主前，主被宝座前，我们来到主前，主的宝座前。各位乡亲、士大、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一年多以来，咱做伙面对着这场还未结束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瘟疫 COVID-19， 咱行行行行，行就一条拢毋捌行过的道路。所以有真侪新的功课就要去学习，也有真侪这的冒险，需要咱大家来适应。咱伫这个受限制环境中间的生活，受吩咐就爱去勤洗手，就爱去注意这个喙安，保持安全的距离等等。那么已经超过1年5个月以上了。现在目前，咱上界关心的就是应该是有确诊人数，还是讲死亡的人数，还是讲这个疫苗的效果如何？这是咱目前上界关心的。虽然咱想要来突破这个困境，会当恢复过去咱以往上熟悉的这个生活方式，总是这个起起落落的这个疫情，互人无办法来掌握，也无办法去推测。所以1年5个月来，加上有第5个礼拜，总共有这个80个主日，咱拢无伫教会内面来做实体聚会。那么今仔日，咱真欢喜倒转来教会，要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，所以未免有淡薄仔的这个跨入。毕竟咱离开教会已经一段时间了。伫教会敬拜上帝，甲伫厝内敬拜上帝，为产生这个处境化的这个差别。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定定一个这个题目，就是什么叫做教会？什么是教会？来提供咱大家来做一个提醒。那么，请问恁认为什么是教会呢？什么是教会？教会互咱去想到啥物？教会是毋是一档有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基督物嘛？还是教会是一群爱认识的人聚集的所在嘛？伫这个传统家庭教会中间，有真侪兄弟姊妹，因对教会的观念真正是无啥啥。因对什么是教会，有真侪人无清楚的所在。所以呢，有真侪这家庭教会的信徒，因无愿意要来委身伫这个教会内面，甚至感觉着讲家己一个人伫厝内来追求信仰，会靠属灵嘛。这个使徒保罗对上帝领受着有关这个教会的启示，伊将这个启示写伫这个以弗所书内面，总共有7个启示。所以咱今仔日要一个一个做伙来学习，做伙来看这个保罗先生伊对这个教会启示7点。那么咱来看头1点，教会是一种的聚会，集会啦吼。教会是一群顶头生的人，有生命机灵的团体。教会毋是一个建筑物，也毋是一种的聚会。教会通讲是上帝政权伫地面上的代表。上帝借着教会，用力甲权柄来完成伊的这个旨意。最后所多成肉身的目的甲使命，拢是借着教会来彰显的。那要互这个权柄顺利来运作，教会应该尊重这个次序。教会是较关过伫世间任何这个集会，
应该就要尊重圣会这个次序特殊，应该就要敬畏上帝同在。所以，咱应该就要记住，你是属于一个真重要这个组织的，所以应该就要准时来参加这个聚会。穿插爱真合宜的这个衫裤，因为合宜的态度，将你上好的来献予教会，用这款的态度来服侍上帝。这是第一点。那么第二点呢？教会是基督的身躯，基督是这个身躯的头，咱是身躯其中的一部分。所以基督升天以后，基督借着咱继续来完成伊的工作。咱是主耶稣基督伊身躯的一部分，无论是做手还是做脚，拢是为着共款一个这个使命。基督的身躯要有这个功效来运作，所以头应该放伫这个正确的位置。每一个机体爱贡献出因的运输甲材料。那么，请问，咱的教会是毋是有互基督来做头呢？但兄弟姊妹中间是毋是有互相相接纳、彼此相听呢？咱来看第三点。第三点就是教会是上帝杰作，教会是上帝智慧所创造出来这个杰作，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艺术品。上帝创造咱的生命是好看，阁真有路用的。咱应该就要参与伫这个圣工，用咱的这个美善来荣耀归伫天父上帝。第四点，教会是上帝的厝。上帝是咱生命共同的起头，就亲像我甲我的小妹安娜，甲我有一个共同的生命的起头，就是我有一个同款的老爸，有一个同款的老母，所以我有共同的这个生命。主教是咱的基督文头一句讲，阮伫天的爸，讲到咱甲上帝这个关系是爸仔囝关系。我讲到上帝是咱伫天的爸，毋是我伫天的爸。所以伫这个大家庭内面，你毋是一个独生囝，你还阁有其他的兄弟姊妹呢。所以将来伫这个天顶，咱甲地面上这父母甲咱的囡仔因，拢只有是兄弟姊妹关系尔定。有共一个天顶的大老爸，就是上帝；有一个天顶的大兄就是主耶稣基督。第五项，教会就是圣殿，教会是上帝要徛起的所在。人所起造的建筑物，无论是所罗门王所起的这个圣殿，还是现代的欧洲真水的大经教堂，拢总毋是上帝最后要徛起的所在。所以，当这个人类的历史在要结束的时阵，上帝最后永远的圣殿就是踮伫人的中间。启示录21章第3节，所以保罗先生讲：“恁敢毋知影，恁是上帝的殿嘛？”那么保罗的意思就是警告咱，应该就要谨慎咱的言行举止，因为上帝要踮伫咱的中间。每有上帝所徛起的圣殿，应该是清气的，拢总是无这个污染的。第六，教会是一个新娘，新娘主要就是要彰显基督的这个荣耀。所以人类的历史是对这个婚姻来开始的，也要对婚姻来做结束。所以主要说为着伊的教会，先献出伊的这个性命。所以启示录讲，教会是基督的新娘。到了某一日，基督要来娶新娘，教会应该就要备办好势，将家己拢总是无污染的、无瑕疵的来献予主耶稣基督。第七点吼，教会是一个军队，军队就是要彰显基督的这个规律甲德性。
所以保罗先生讲，恁要穿上帝所赏赐的全副的这个军装，就会抵挡魔鬼的诡计。那做过兵啊，人拢知影吼，军人要出去烧战的时，应该就要穿上全副这个军装。譬如讲，咱穿是这个防弹衣吼，还是迷彩衣、皮鞋、S 腰带、手套、护目镜，还是戴一个水壶，还是讲戴一身钢盔。嘛还有其他的这个装备的配备吼，就是讲枪，也是讲这个弹夹。甚至有还佫挂手榴弹，也是讲有即个通讯的即个电子设备等等，安尼才有德性的即个把握。因为咱即个世界是暂时交伫魔鬼的手中，世界的价值观甲运作方式是甲上帝国是相对立的，所以咱每一日拢得爱穿上上帝所赐予咱即个全副的军装，才袂讲欢欢喜喜的出门，却是艰苦坐过来倒转来，这个就是教会七个真理。教会就是咱应该尊重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圣会以及这个法度，咱嘛应该得爱奉献咱家己的材料，应该得保持咱身躯的清气，今日上帝看出好的代志，应该得爱彼此的相听，那亲就是一家人。咱爱挖过主耶稣基督。过一个德性的这个生活。目前咱所关心的问题，检在就是这个确诊甲无确诊，有注这个疫苗还是无注疫苗，总是对这个信用角度来看，毋管你是什么款的身份，毋管你是什么款的地位，到伫这个生命最要紧的关头，到最后的时刻，拢是爱面对着有耶稣。甲无耶稣，有悔改，甲无悔改，有上帝同在，甲无上帝同在，这个救恩的层面内面。所以当这个疫情来的时阵，伫这个生死关头内面，咱只有是永生的问题尔定。伫2000多年前，主耶稣基督已经对现代这个疫情做了这个超前部署的这个策略。主要所以教示咱，迄个真正敬拜天父的，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伊，因为爸爱即款人来拜伊。伫约翰福音第4章23节，所以无论伫即个疫情下面的生活，也是即个后疫情的步调，最重要的就是心灵甲诚实的敬拜。所以请咱爱想好势，你甲上帝关系是毋是有？真实在这3连接呢？伫圣经中的教示，要甲主相会所在，是对这个祭坛到伫这个会幕，对会幕要到伫这个圣殿的敬拜。后来因为这个灵要点伫咱人的心内，咱的身躯就是圣上帝这个殿，所以无论世界如何来改变。教会这个聚会面对什么款的挑战，教会拢着爱继续来正做基督的这个肢体，正做伫面上彰显上帝这个缩影、缩影啦吼。所以上帝的旨意是爱咱伫教会这个大家庭内面做来长大。所以希伯来因书的作者劝咱讲，毋通停止聚会。就亲像遐个习惯无来教会人一款，反倒应该都爱3款面。伊别个因书第10章25节，圣经教示咱，基督徒的这个团契，毋是随便咱买，还是毋买，还是毋爱。人袂通离开这个群体来家己徛起，基督徒袂通家己成做基督徒。爱有这个教会生活，才会当成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所以有人会担心吼，讲一旦人若习惯这个网络的这个聚会，所以当这个疫情人过去了后呢，倒转来参加实体聚会人会减少。那么这款的担忧，对教会是一个考验，也是考验咱们一间教会平常时教会的牧者甲羊群之间
兼有即个生命的关系嘛。兄弟姊妹中间有好的集体的生活嘛，所以教会除了圣道甲即个圣典礼以外，教会也是一个圣道三统的即个群体。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嘛是讲欢喜来做实体的聚会，因为安尼先咱通面对面来沟通，做徛伫上帝面前来吟诗学老主。这种的经验毋是即个网络聚会通比拼的，所以请咱大家毋免烦恼，毋免担心。兄弟姊妹受即个网络聚会影响，以后可能无要来教会聚会咯。若是即款的跨路，所以不如好好落实伫教会即个牧养关怀，帮衬兄弟姊妹平常时就建立即个彼此相听即个集体的关系。啊，将来不能有更较严重的即个封城，也是人人爱居家隔离的处境的下面，平常时就爱有即个听的团结，来互相关心，最通互咱面对即个疫情的威胁，不但家己有即个平静安稳的心，更较会当加做上帝手中即个器皿，将平安的福音带予四周的人。那么基督教对一开始就是一个群体性的即个信仰，现今的教会就亲像旧约时代的即个以色列百姓一样，也是一群的即个群体。教会是集体受呼召的，教会也是集体受牧养，教会也是集体来成长的，并且受即个建造伫即个使徒甲先知的根基的顶面，有基督耶稣家己做即个叫做房角石，以弗所书第2章20节，即个房角石吼。所以你若是摆脱教会团体的生活，你想要家己无师自通，但是我靠家己的气力，你会成做一个真孤单、属灵即个孤儿，还是讲你是头壳堆满即个圣经的财物，却是头大粒、骹细枝，你行袂出去的即个基督徒尔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仔日当咱踏入即个圣殿的时阵，咱已经是掀开历史新的一页了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每一日实来操练祈祷、勤读圣经，用一生的时间来追求属灵的长大，并且伫这个生活中活出咱所相信的，佫欢喜来参加这个团契，甲其他的信徒有着这个圣道相通的实际生活。我保证恁一定会伫这个基督内面来做伙来长大。所以愿这个感动以利亚的这个灵加倍，今日来感动着咱。希望咱大家做伙来共同勉励，伫基督的听内面做伙来长大。阿们。回应诗歌，摇花祝福满满。那么这首是真水的一首台湾的这个诗歌，讲田中的白灵丝无欠过什么，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来献出这个香味，总是全能的上帝。每一首诗真福气，互地上发芽结实，系做疼痛的根基。摇花祝福满满。就像海边的土沙，稳定自爱伫9万世代。我要举手敬拜伊，出欢喜的歌声，互我称颂伊名永无煞。阿免。山中的白灵丝，无欠亏什么。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献香味，总是全能的上帝。每一首诗真福气，互着像花芽结实，献出疼痛的根基。摇花祝福满满，亲像海边土沙，温暖慈爱的9万世代。我要举手敬拜伊，出欢喜的歌声，互我称颂伊名永无煞。
欠过啥物？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现香味，总是转念的上帝，每日相思真福气。我着像花嘅结丝，献出疼痛的阮意。邀我祝福满满，亲像爱比土山，有地慈爱地到万世代。我要领手敬拜你，出欢喜的歌声，我若称颂伊名永无散。邀我祝福满满，亲像海比土山，阮的慈爱地到万世代。我要举手敬拜你，出欢喜的歌声，我若称颂伊名永无散。我若称颂伊名永无散。中的白莲丝无欠亏啥物，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现香味，总是转念的上帝，每日相思真福气，予你像花嘅结丝，献出疼痛的阮意。邀我祝福满满，亲像海边土山，有你慈爱地到万世代。手敬拜你，出欢喜的歌声，我若称颂伊名永无散。山中的白莲丝无欠过啥物，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现香味，总是转念的上帝，每日相思真福气。像花嘅结丝，献出疼痛的阮意。邀我祝福满满，亲像海比土山，有你慈爱地到万世代。我要举手敬拜你，出欢喜的歌声，我若称颂伊名永无散。邀我祝福满满，亲像海比土山，阮的慈爱地到万世代。我要举手敬拜你，出欢喜的歌声，我若称颂伊名永无散。我若称颂伊名永无散。中的白莲丝无欠亏啥物，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现香味，总是转念的上帝，每日相思真福气，予你像花嘅结丝，献出疼痛的阮意。邀我祝福满满，亲像海边土山，有你慈爱地到万世代。我手敬拜你，出欢喜的歌声，我称颂伊名永无散。山中的白莲丝无欠过啥物，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现香味，总是转念的上帝，每日相思真福气。像花嘅结丝，献出疼痛的阮意。邀我祝福满满，亲像海比土山，有你慈爱地到万世代。我要举手敬拜你，出欢喜的歌声，我若称颂伊名永无散。邀我祝福满满，亲像海比土山，阮的慈爱地
煞，无论情伤伊拼永无煞。中的白灵丝，无欠亏心。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现芳味。总是转念的上帝，一丝丝真福气。就要像花月结实，献出听堂的根基。邀我祝福满满，亲像海边雨伞，写出爱的到世界。我要甲手敬拜你，出欢喜的歌声，我情伤伊拼永无煞。山中的白灵丝，无欠亏心。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现芳味，总是转念的上帝，你相思真福气。像花月结实，献出听堂的歌曲。邀我祝福满满，亲像海边雨伞，写出爱的到世界。我要举手敬拜你，出欢喜的歌声，无论情伤伊拼永无煞。邀我祝福满满，亲像海边雨伞，写出爱的到世界。我要举手敬拜你，出欢喜的歌声，无论情伤伊拼永无煞，无论情伤伊拼永无煞。这条请咱同心，撒开来祈祷。神啊，宝贝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今日虽然我已经开始做这个实体的礼拜，不过我依然保留这个网络视频的礼拜。这咱是要特别为着无法度来教会的兄弟姊妹，也会当互因有机会。通透过这个视频，伫这 YouTube 顶悬来做礼拜。今日我对这个新约以弗所书第2章19节到22节，以别的人书第10章的第2节，做来思想这个题目就是什么是教会。对伫今仔日这信的中间。甲阮讲，基督教对一开始就是一个群体性的这个信仰。现在教会就那亲像是规约中以色列一个百姓一样，是一个群体。但是教会是集体受呼召，也是集体受牧养，也是集体来做来成长的。并且是起造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的顶面。有主耶稣基督家己做这个房角石。若有人要摆脱教会团契生活，想要家己无师自通，但到我靠家己，伊会变做一个真孤单、熟练的这个孤字，也是底满。圣经的知识，却是头大了，脚细机，叫做一个畸形的人，袂当行出去行出去基督徒。但今仔日阮踏入圣殿的时阵，阮家己已经是掀开这个历史，一个新的一页。求主来帮助阮，每一日拢会当来操练祈祷、勤读圣经。用一生的时间来追求属灵的长大，并且伫这个生活中活出咱所相信、
好欢喜来参加这个团契，甲其他的信徒有圣徒相通，这个实际的生活，咱一定会伫基督内面做伙来长大。但愿感动以下的灵，也加倍感动伫阮的中间。愿大家做伙来勉励，伫基督的听内面做伙来长大。愿同心的祈祷，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他这粒罗伯斯要甲恁祝祷吼，愿天父上帝做甲怜悯，最后所基督恩典，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的弟兄姐同在，伫到记着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免。一个乡亲时段，来姊妹，咱今日礼拜，网络礼拜到这就告一段落。愿咱后礼拜伫教会相见，还是伫空中三甲来相会。愿天父上帝祝福你，合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招万百姓做好事，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名发你。恁着去招万百姓做好事，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。着甲因遵守主的命。